报道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课录字第45集202条，柚仔爱先理再剥皮，就是柚子要先化一下再剥皮咱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犁犁破皮犁，第二字读做犁，第二字读做犁啦犁啦对。第三字读做犁免犁犁，第四字犁美丽犁222条，风台来进前，看板要用铁线甲撩起来撩互伊按啦就是台风来之前看板要用铁丝缠紧绕紧，才不是掉下来下面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撩茶的撩还是撩拢会使第二字撩撩啦撩就是绳仔绑起来叫撩第三字撩撩水的撩，第四字落草的落223条。你若要撩大地茶，最好去找三行你若想锯大木头，最好去找木材行。咱下骹4字要来选，第一字撩，第二字撩，第三字撩，第四字落224条。这件代志一早就聊落去就是这件事情他老早就深入其中的。好，下面4字要选，第一字撩，第二字撩，第三字落，第四字撩撩茶的撩啦225条，对着头壳敲落去就是对着他的头敲下去敲嘛好，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哭去的哭嘛，鳄鱼嘛第二哭，第三哭这是雍木鱼在敲打的声音，叫做哭第四字卡或者是敲拢会使好，多谢大家收听。